政府讲明年有1年的时间会当来春秋，会当来转型。那准备用喷来饲猪呢，就要开钱装设备。那准备改饲饲料，期限内面会当领补助。台中市油喷饲猪协会就表示讲，应该有3-4成的饲猪农呢会改饲饲料。不过桃园市的饲猪协会表示讲，那最近政府完全无法度参详，可能会串联全国的饲猪户拒绝再加油喷。那以饲料猪为主的中华民国饲猪协会也批评讲，1年时间来转型伤过长啊！台中高市市场无落实喷吹组，互国内出现第一例非洲猪瘟，禁分禁台15天，损失百世。为保这胖胖，行政宣布全面禁止喷饲猪。若是要伫1年转型期继续用喷饲猪，爱装 GPS 监视系统，爱开钱缩减能用1年。若改饲料应提补助，确实互部分猪农想要放弃用喷。你不管你怎么配合政府，你可能不到1年，我3600可以先入袋为安啊，不用每天担心政策怎么变化啊。台中市喷饲猪协会表示，目前差不多3-4成会员本来决定改饲料，不过中华民国饲猪协会理事长潘连洲说有讲，这摆至少超过一半甚至2/3转型，不怕政府有1年饲喷，要求2000亿饲猪业，加几百户用喷饲猪户斗阵冒险。县市政府提早都禁了，你还有猪可以吃嘛？我第二例为这几号买的这个错误。不少喷饲猪户心内也是希望机会推动喷集中催猪中心，不过专家指出，照目前的法令，恐惊是无法度。困难重重啊，因为你来源原料没办法统一啊，可能说饲料规格化啊，饲料一定要有规格化嘛。用喷饲猪户上济桃园市协会不完政策拢无挽回空间，要号召北中南喷饲猪户初5下晡开会，决定是不是用全国联合股在喷来回应政府。真的是环保尖兵给它处理掉，你知道吗？要和全省瘫痪在赛啊，全部拢不爱看你啊，不爱再喷啊，全部拢不要清楚处理啊。全环境部盘点未来2年，每日也有300-400吨的喷，需要分化掩埋。不过到116年底，处理量能充足。不过喷饲猪户表示，不过免费清运喷，未来沿户期餐厅、团膳加工厂会增加处理成本，转予消费者，或者是归期凊彩撇掉。这恐惊是社会愿意看到的代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